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统计，早至18日为止，台南地区血库存量偏低。台南市立病院号召社区民众1号当日共同种1份生日，响应烈血团内活动。捐血活动为早时10点开始，就有10几位民众排队要来捐血，甚至有大夜班打下班的2号当日，准备捐血捐了才回去休困，就是希望会当帮忙到目前欠血的状况。今天 ICU 才刚下班嘛，哈，这样应该很累，怎么还会想来捐血这样？对啊，还好，不用很累，不会很累哈。好，那你是每次都有参加你们院内的捐血活动？每年都会固定举办4场的捐血活动，那尤其是1月的时候，因为会有血荒，所以捐血中心都会跟我们配合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民众，还有当然我们的院内辛苦的医护同仁都能够来响应这次的捐血。那也很感谢医院提供这个场地，让明辉基金会可以在这边办理捐血活动。那希望民众能够在这寒冬能够捐出我们的热血，来帮助更多的病患。捐血现场包含病院的员工、社区民众拢热烈响应。活动一直到下晡4点结束，总共为血库募得108滴的血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